台大病院外墙施工，用过放落来，有一个医工找无人，可能掉伫咧内底。天主教廷梵蒂冈宣布讲，教宗方济各今日过身，食到88岁。今是60几日，美国国防部长洪碧讲，苏联的军组甲千人共享军事计划。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来看洪都拉斯伫咧2023年甲咱台湾切去甲中国建交，本地因是希望讲会当拍入去中国的市场，因为中国答应讲会甲因买足济虾啊。2当过，洪都拉斯发现讲中国是外交的骗子，是安怎讲？咱来看数据真清楚。伫咧2024年的时阵，洪都拉斯出口去中国是3500万美金，要对中国进口，也就是讲中国买洪都拉斯是26亿美金，3500万甲26亿，这个数字是天差地。洪都拉斯毋但出口救起了大钱，也买虾啊嘛，因为失去咱台湾的市场。咱台湾上无洪都拉斯出口到咱台湾嘛有2亿美金，即嘛是老损，也超过14000人无头路。洪都拉斯伫咧11月就要总统大选，即嘛就有参选人提出讲希望甲咱台湾复交。咱外交部长林佳龙是讲真欢迎。洪都拉斯今年3月甲咱国断交了后，月头就甲中国建交，原底想要对中国出口白虾，想要到2年以来出口量煞大落超过60%。那洪都拉斯外交部长4月初捌表示过，希望转来台湾市场，甚至有在野党总统参选人，也就是洪都拉斯前副总统纳斯拉亚发出希望甲台湾重建外交关系。外交部是不是有掌握到相关的这个情势？当然，我们这是就是欢迎。现在他们的外交部长他知道国内的经济局势出问题了，说想要回头拜托跟台湾是不是能够重启经贸？从这个白虾这个事情可以看到，说是我们帮忙洪都拉斯发展起来的，他这个有点忘恩负义啊，结果伤了他们的人民，然后中国答应了都跳票，而且还倾销。2023年，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主导甲台湾断交，希望借中国的投资甲市场扩大白虾出口。不过，根据洪都拉斯中央银行的数据显示，2024年洪都拉斯对中国的出口额是3590万美金，中国对洪都拉斯的出口额是25.5亿美金，贸易逆差超过25亿美金。严重的贸易逆差冲击到当地中小企业甲整体经济。中国到大白虾采买量拢比原底预期差真济，但是学者认为讲洪都拉斯袂因为一个白虾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要复交恐怕无遐乐观。其实中国大陆跟每一个国家的都是一样，包含美国，对不对？因为洪都拉斯没有东西可以输入外销给中国大陆啊，除了咖啡、吃这个鱼，其他怎么输入？那中国大陆有很多轻工业产品呢，当然是比较便宜。所以说，几乎拉丁美洲国家每一个国家的进口的排名前3名。都是中国拿，像复交，那是我是觉得这个可能性啊，几乎是0。学者提起讲，复交的背后恐惊厂搁较侪条件限制。原来林佳龙市中心强调讲，会甲即马有的邦交国关系做好，以南美洲友邦巴拉圭等国来做例，强调透过英邦计划稳定关系。四边的国家若想要甲台湾建交、恢复邦交，这就是计划发挥的效果。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好，要咱台湾应对美国对顶关税，行政院880亿的支持方案，按算伫咧4月24会提出特别条例，来让立法院审议。也总统赖清德今仔日是搁再强调讲，台湾会好好来面对，趁机会加强台美的经贸合作。迄种甲台商握手致意，总统赖清德2日接见北美洲台湾商会访问团。赖总统特别感谢台商伫海外打拼，毋但是深化民间互动的重要桥梁，也互世界看到台湾。所以来，赖总统就讲到最近美国对顶关税冲击，强调台湾会好好面对，也趁机会加强甲美国的经贸合作。美国政府的关税甲贸易政策对全球的供应链带来深远的影响。台湾一定好好面对，就这个机会来加强台湾和美国经贸的合作。
面对美国对中关税策略，行政院提出280亿的支持方案，要协助各大产业做回到难关。金融支持的方面，调整贸易用资利息减免措施内容，按算会当得到支援的企业会增加到24000间。那农业金融所提供的贷款支持方案，按算受益户数会当达到1.56万户。另外，中小微企业贷款搁加码申请资格放零，只要今年一定期间的营收比去年同期、去年下半年月平均，或者是今年1月到2月衰退达到10%，就会当申请。行政院长杜英台更加希望在上紧的时间内，争取甲美国进行后一届的直接有效的谈判。台湾如果今天是一个有国际地位被完全肯定的国家，也许总统就能够打电话给川普总统，极力的争取就对等关税与美方政府进行下一次直接有效的谈判。行政院强调，支持方案细节部分会交由各部会就因管理的范围进一步说明。按算20时的行政院会会提出特别条例，送立法院审议，争取至少280亿的特别预算，也无排除透过追加预算来应用。因日本原底应用美国关税要普遍发现金，不过又搁动点。行政院2日无进一步说明普遍发现金的立场，不过强调各国的产业结构甲台湾无完全相同，会继续随时调整支持方案。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阁是赫格塞斯，美国的国防部长3月时阵针对美军空袭叶问表出讲，有一个秘密的军组。副总统国安顾问白宫幕僚，这大口拢伫咧这个国安军组内底。也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伫咧内底讲，军事行动伫咧内底讲叶问的状况。问题来啊，媒体总编辑竟然伫咧军组内底。赫格塞斯是紧讲军组内底的内容无机密。讲是安尼讲，但是美国国防部已经有3个官员讲是因为泄密来停职，也即届是毋是泄密？即马《纽约时报》也讲，赫格塞斯阁有另外一个私人的军组，也即个军组是伫咧赫格塞斯做国防部长进前就创立，就任了后，伊是继续用，也伫咧内底共款讲到美军对叶问的情报。问题过来啊，内底是伊的亲人有伊的某、伊的弟弟，甚至讲有私人的律师，也因是啥物身份，是安怎去接触到国防部的资讯？外界即马就咧质疑讲，赫格塞斯安尼做，敢无危害到国家安全？川普上任以来，已经针对叶问武装组织青年运动发动真侪届的空袭。最近一届是顶礼拜对西部红海沿岸燃料港的轰炸，至少74个人死亡。内容讲是川普政府升级对叶问的军事行动了后，史上上凄惨的一届攻击。3月期间，美国国安最高层的官员才因为美军对叶问的空袭发生漏泄机密的问题。苏当时一个敢若18个人，包含副总统范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兹、甲白宫幕僚长威尔斯的 Signal 加密军组内底，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分享对叶问的军事行动细节，甲即时动态。台西游季刊的总编辑高伯格竟然也伫军组内底，了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赶紧背回讲，内容无牵连到机密。It's not war plans. There's no units, no locations, no routes, no flight paths, no sources, no methods, no classified information. 针对敢有漏泄机密，美国国防部代理检察长已经咧对伊展开调查。即马《纽约时报》佮加夜刊讲，赫格塞斯佮有另外一个用伊本人的手机啊，甲私人口座开的Signal军组，伊也共款伫遐预告美军对叶问的行动。军组内底除了伊的小弟、伊的私人律师，竟然佮有赫格塞斯的看守珍妮佛。珍妮佛·赫格塞斯是福斯新闻的前制作人，并不是五角大厦的官员。经过几个月，伊真侪届对伊的翁婿出访，并且参与韩国国军事领袖的敏感会议，互《华尔街日报》写文章批评。然后赫格塞斯的小弟甲私人律师虽然拢伫国防部任职，《纽约时报》也指记讲，是安怎这两人需要先知影五角大厦的军事行动。这站漏泄机密的风波也逼出五角大厦最近严重内斗的内幕。真侪名各界的官员因为漏泄秘密案互施透露，其中一个人阁向新闻网 Politico 导师表示，国防部伫赫格塞斯的领导之下非常混乱，建议川普总统甲伊换掉，而且伊本人过去一礼拜是超工闪开所有可能甲记者会面的场合。My fellow Americans, this is Liberation Day, waiting for a long time.
就伫川普2点空买100天的即阵，纽约时报阁得到一份有16页的草案，显示川普几天内可能签行政命令，大大改造国务院，佮可能推掉美国伫非洲的所有的行动，并且缩减加拿大的外交人数。真侪间美国媒体拢表示已经得到副本，不过国务卿罗比奥甲国务院的发言人拢已经公开反驳，讲这是假新闻。公司新闻红如梅毕业。亚罗西亚甲乌克兰当时会来停战，即马有外国媒体报道讲，川普政府的官员捌甲乌克兰提出结束战争的机密文件。好，这个文件写啥物？内容包括讲，美国可能会承认克里米亚是罗西亚的，并且乌克兰禁止加入北约。美国总统川普重返北京，就要改完100日，伊伫竞选的时，卖承诺伫就职24点钟之内调停，互俄乌双方停火。也毋过，俄乌战争为2022年2月开始到打战火犹原无停，充满无确定性。日川普搁伫社群平台发文，表示伊希望俄乌双方拢会当伫这礼拜达成和平协议，搁开始甲美国做生理发大财。根据外国媒体报道，川普政府的高层捌伫17向乌克兰提出结束战争的机密提案，内容包括美国可能承认伫2014年和罗西亚并吞的克里米亚属于罗西亚，佮禁止乌克兰加入北约。I think we're on a good path because we're tired of what's happening. We've got too many other issues in the worl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ust be involved in, and this war has gone on way too long. But I think there's an opportunity. 美国的机密文件显示，几乎爱向罗西亚让步，才会当换来战争的结束。当乌克兰真受压力的时阵，美国国务院官员澄清，这只是美国提出的可能选项，并不是只会当接受也是否决的将基会方案。也毋过，华府也讲，因当咧等待基辅的回应。那美欧欧洲3方面会当伫这礼拜的伦敦会议出伫一致的立场，都会将内容转交予罗西亚。另外，罗西亚单方面讲好，过偌济都是20要停火。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同意，也毋过，俄乌双方拢在互相指责对方无遵守30点钟的停火协议。泽伦斯基强调，俄军伫迄日发动约3000把的攻击。Та я залишуся при своїй думці стосовно цього перемир'я, що це чисто, щоб показати на весь світ, що ніби вони йдуть на якісь кроки, на якісь, роблять якісь поступки для нас. Насправді, то, як бачимо по лінії фронту, нічого, в принципі, так і не змінилось. Тобто, я думаю, це чистої води брехня, так як було до цього раніше. 俄乌的过偌济停火协议已经伫台湾时间2日透早5点结束。泽伦斯基随后提议，罗西亚会当停止以无人机甲飞弹攻击乌克兰的民用基础设施至少30日。美国也声明表达，希望过偌济停火会当延长。也毋过，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表示，普廷无下令予停火延长。公司新闻新罗贝编译。好，观众朋友，转来看咱台湾的消息咯。台大病院有一大挂像伫咧施工，可能是物件伤重哦。一个硬架向放落来，也有一个医工是找无人，可能是掉伫咧内底。工人咧甲时间比赛，赶紧拆出去啊！要互大型的时间器具来学。台大病院的东址外壁原本咧进行修理整建工程，自一早起8点左右所发生公安意外，规排出客向放落，一台车受损。台北市在红班研判，因为囤伤侪物件，才互时间架跌落来。台北市建管处勘查了后，指工地无申请恢复责任，违反建筑法，罚厂商9万。这公安意外原本自一早起无传出人员伤亡，不过伫现场的人伫下晡通报有一个医工失联。你的电话已转接到语音信箱。负责施工的承包商无接电话，事故发生经过院方一直追问，才承认有医工失联，也向院方烦恼医工可能困在内底。他跟我们台大医院说有一个移工暂时找不到这样子，他在积极的联系当中，但是移工都没接电话，不排除他可能是在那个鹰架的倒塌的鹰架里面呢。当然有可能。如果说发生重大责任，它违反职业安全卫生第6条第1项的部分，一般都是以最高罚来处理，就是30万。所以如果是涉犯2个的话，可能就是罚60了，是不是？不同条文，对，没错。目前，医工议员是伫失联状态。台北市消防局已经派出指挥车1台、消防车3台、救护车1台，人员15个，伫现场准备等出警拆掉进入工地现场搜查。台大病院强调，查明倒去原因甲责任归属了，才会重新启动拆除计划。记者综合报道。
也屏东这边北大武山遮即个爬山步道有人跌落山坎，也消防有甲救起来，有甲送病院治疗。毋过，说发现讲哦，即阵去爬山的7个人，虽然讲有去申请入山许可，毋过即阵人哦无半有紧急救护的相关证照，也即暂是违反屏东爬山活动管理处置条例，相当会当罚5万块。搜救人员伫雾中找找去爬山落落山坎的人。屏东北大武山登山步道1.75公里的所在，19早起发生事故，消防局赶紧去救援。利用绳索下降，将民众救出，后送医院。本次爬山民众因未符合登山自治条例的相关规定，本分队开予举发单。搜救人员用绳将人诱介步道了后送去，消防局事后查证，受伤人是7人爬山团的成员，原本3日2暝爬北大武山，虽然有申请入山许可，但却无人附紧急救护相关的证照，违反登山活动管理处置条例，应罚1到5万。人员必须符合紧急救护之相关证照，以及必须办理登山之综合保险，以免违反相关之规范。屏东台中南投标立到花莲顶管区自治条例，拢有进管制山区爱护领队来带，而且领队也有紧急救护相关证照才会规范。照管区无共违规，会将对领队遐设施队员开罚1到5万。南投另外强调，若勘察相关行迹，会依法移送。基本救命术它要搭配的是迅速的到院治疗，然而我们在山区或野外到院时间至少是半个小时起跳。这么长的时间，我们需要的是野外专用的这种野外医疗。自治条例的出现，它完全没有改善登山安全的作用。法规是为降低搜救资源浪费，不过专家表示，就算有证照，山下救援最后依然爱请搜救人员将人带落山，加上台湾山下多元，相关规范毋那甲现实袂合，也无法度拢适用。建议政府不如重视搜救收费问题，制定标准，各位校园顶落实安全教育。记者综合报道。桃园中立才有一间慢性病院专科病院合作中心病院，也这个月14是去防攻击，无法度网络挂号，爱改人工来处理。也这哦嘛是今年第3间病院受海劫来攻击。就是这间位于桃园中立的慢性病专科病院中心病院，近日传出电脑和骇客攻击，有8万外币币类外泄，引起部分跨境民众烦恼，就医资料可能安尼流出去。毕竟自己的个资啊，万一就是不小心被人家盗用的话，你就是自己还是会觉得很害怕。自己个资被盗用，或者是怕是被诈骗怎么样，当然会担心。这个事件发生在这个月14，桃园市卫生局接到中心病院通报，受到骇客恐吓讨钱的批，院方是中断所有网络，继当晚向警察局报案。院方昨日伫官网公告，因为电脑系统异常，造成网络挂号错进，意思开药单等功能停止，改做人工处理。这也是伫马街病院、中华基督教病院和骇客攻击了后，今年第3件病院和骇客病毒攻击事件。第一种可能是国家支持的攻击，它有目的性的，想要偷敏感的资料。那另外一种就是想要赚钱的目的。该院目前正在安装防毒软体，还有医疗相关的一些资讯系统。治安专家表示，病院是8大关键基础设施之一，较会成做骇客下手的目标。每一间病院的状况无同，治安防护也无相同，需要透过卫福部来加强治安联防机制。卫福部强调，已经公布医疗院所治安相关指引，会尽速辅导厂商落实规定。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观众朋友，印度欠水问题是真严重哦。咱看到画面，这个砖头的葫芦爱行几若公里才有井通去取水。也高温哦，风过头时候一大粪扫场烧起来哦，这个火势也是真猛，也个呛高烟是严重影响到空气品质。印度妇女头壳顶放大地鼓，赤脚行2公里路，来到这个水井灌水，也毋过往下面一看，井底水无济，只当由一位妇女人爬落去，为大家将水一壳一壳装入容器。这款的现象，这2年在印度西部马哈拉斯特拉邦的砖头一直发生，尤其在热天高温来临，雨季开始进前欠水问题更加严重。उबाल के पीते हैं कभी फिर भी हमारे बच्चे लोग को बीमार हो जाते हैं फिर हम सब लोग इधर पानी ढूंढेंगे या उधर हॉस्पिटल जाएंगे यही तो हमारी समस्या है हमको कुछ काम भी नहीं अब दो 3 महीने से हम कुछ काम भी नहीं करते खाली पानी लाते हैं
村民不满政府答应会装自来水管，也毋过一直无兑现，因烦恼落垃圾的井水会对健康造成危害。那因水出问题，马哈拉斯特拉邦另外一个城市那个普洱的粪扫掩埋场拜六突然引起大火，真美火逼近附近主题区，当局动员4个11个消防站全力抢救。ऐसा पता चला कि बहुत ज़्यादा चारों तरफ ही फायर लगी है और स्मोक भी ज़्यादा जा रहा है और हवा भी चलने से बहुत ज़्यादा और फायर बढ़ रही करके。这场大火伴随乌烟窜起的天顶，严重影响空气品质。有关当局有愿咧厘清导火原因，不过印度热天这类的事故真常看，主要是因为有机粪扫暖气分解产生大量甲烷，在高温甲强风的助长之下，出现家己倒起来现象。公司新闻站回面编译。农业庆新嘛会当保护环境哦，来看非洲肯亚这是种顶拿，毋但会当增加农民的收入，也研究显示讲啊，这个顶拿是比较一般的树啊，愈会当吸收二氧化碳。东非的国家肯亚无在外销乃是过去重要的经济来源，不过因为臭树啊上过头，造成自然资源减少，除了影响到经济，森林的包含率也较低，冲击到水土保持。所以肯亚政府定目标，要伫2032年之前，甲森林的包含率对目前的12%提高到30%。不过，一般的树啊生甲真慢，要发芽会当调伫土坝，防止流失，并且有够侪叶啊来吸收二氧化碳，可能要10年以上，甚至数十年。所以当地就想着要利用得啊。Studies have shown that bamboo is able to sequester 30% more carbon dioxide from the air than broadleaf tree species. It has a very beautiful and very wide root system that helps to hold the soil, to trap the soil that is coming in the water, but also to clean out the chemicals that are in the water. 维纳伊纳的本业是种茶，而且茶米的外销也是肯亚重要的经济来源。不过，拄着国际茶米的行情落起，地农是真歹讨赚。种茶除了会当保护环境、改善水土保持，茶加工做出各种的用品，也会当摕来维持生计。更加重要的是，茶发芽真紧，平均5年就有真大用途。因为同款5年，一般的树啊，佫无法度发挥作用。西部为环保大发挥的故事也出现伫东南亚的印尼。印尼是全球上大的群岛国家，大细粒岛有万外个。海岸线加开有超过8万公里。最近几年海平面上升，加上烟花土坝流失，地区住伫第世界所在居民出门就要流水，是无方便佮危险。Dari 100% permasalahan itu sebenarnya tadi aktivitas di darat.Artinya aktivitas manusianya itu paling enggak 70-80% kontribusinya。伫中了外省北部海边住30年的帕西亚，即马逐工出门的第一件代志，就是摕树栽伫烟花湿地种红树林。伊估计自20年以来，单年种的树栽有15000丛。因为红树林特别适合伫低纬度的海拔，伊的根是发芽真好，对保护沿海湿地沙坡的土坝是真有效。高市新闻七家真编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楚欣，明天再讲这个时间再会。